约信来的词甲曲吼，基本上我感觉伊的词写足好诶，伊的词意思清澈，用的字足丰富诶。因为你毋捌去因兜，你若去因兜，你会惊死。伊的壁、伊的天棚、伊的涂骹，规拢资料。你若像去迄种图书馆吼，2倍、3倍，典藏啊，太夸张的，有够惊死人诶！济伊的资料，伊收集的资料。所以讲，伊看过足济物件，伊知影足济物件来的原因，佮安怎变成的、产生的过程，伊拢知影。伊是会行路的图书馆。基本上我去1-2摆，我就知影讲，伊的头壳内面缀足济物件。所以讲，伊遮揪一个，遮揪一个，遮揪一个，安尼，啊，佮加上伊家己的相信的物件，伊写出来的歌词，一定是凊的。一定是深入讲你想要讲的话内底，啊，而且伊个讲的话又搁足清澈、足直接的，所以讲你听伊的歌，其实是接受伊的精神的指导。这是我发觉的。啊，伊的歌，我感觉伊有分几个阶段。刚开始伊也无知影讲到底是要安怎做啥物方向，所以讲有时仔伊会正经去唱歌，唱啊足正经的，像迄个十指的电歌吼，十指电的电歌，水灯骹，迄条歌真好听，伊就好啊唱，我感觉袂歹，我会拢唱甲足搞怪，就是条歌毋爱正经唱。刚开始我无啥惯势，到尾我发现讲安尼才是低头花。无伊哪会互伊的苗做低头花？伊若无爱互伊的苗做低原种，伊哪要互伊苗做低头花？就是讲伊有一块唱名说《傲骨人生》，迄就是伊啦。伊的骨总五个，伊有高学历、高知识水准，啊，伊有足坚强的信仰，无论是宗教的，无论是社会价值、社会价值的，无论是家相信的，伊拢有足坚强的信仰。所以讲，伊的歌其实基本上是伊的武器，伊用伊的歌来宣传伊的信仰。从较早到即马拢是安尼。啊，是安怎我会欣赏，因为像即种安尼一直坚持家己的想法，做代志的，啊，无管社会的看法的人，我拢足钦佩。我感觉这是一定会影响人。你影响一个人就好，你毋免讲影响100个人，你影响一个人就好。迄个人会做比你较精彩、较厉害的物件。所以讲，伊的歌含词其实毋是问题，是伊个人的问题。